另外，咱的国防部公布，今日发现有6架厝中国军机，8架厝的军舰，阁有一个空飘气球伫咧台海周边活动。对此，国防部估计今年底会整合现有相关的反舰飞弹部队，成立中将指挥官等级的滨海作战指挥部。 这应该就是那个吧？之前电视一直报那种很神秘的那种海风大队吧。海军海防大队反舰飞弹车，这2礼拜连续互民众看到出现伫台中市区，也个对海边升起飞弹发射架啊引起关心。即么为有效反制强军的威胁，国防部证实海军未来要整合即卖安迪反舰飞弹部队，成立中将指挥官并简嘅滨海作战指挥部。海防大队未来会改编做北中南东的打击群。滨海作战指挥部是有固定阵地、有机动阵地，它在全岛都可以部署。也就是说，我抵抗外侮，并不是完全来自台海的西岸，你从东边过来，我有能力抗拒。它是一个战略性的部署。滨海作战指挥部按算伫今年底成立，会以反舰飞弹部队、滨海作战部队做2大主力。 配备雄风系列反舰飞弹加美制安迪汽车反舰飞弹，个用那边进化快速步雷艇、光华6号飞弹快艇等，希望建立台海周边的中程度精准的制海战力。派离机，还有就是近岸的这个飞弹快艇，形成长短互配，如此可以更有效的反制中共的登陆。 在战略上也可以形成对巴士海峡还有宫古海峡封锁。国军严刑威胁进行部署，因为强军议员一直扰台。国防部昨日公布查到6架厝的强机，强舰有8架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各有一粒空飘气球，离台中西南有69海里。国军表示，运用任务机舰加安迪飞弹系统，严密监控甲应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